頒獎典禮2025飛躍進步女藝人。葉倩文。我好榮幸可以喺咁優秀嘅兩位前輩手上接過呢個獎，多謝你哋。我想多謝公司，多謝珍姐，多謝曾生，多謝羅小姐先。首先我要多謝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。我由第一集開始做，陪住觀眾睇餸食飯，睇電視食飯，食咗8、9年啦。我覺得可以陪住大家成長，有啲小朋友就讀書啦，小學、中學去到大學，跟住有啲又出咗嚟社會做嘢，結婚生小朋友。9年絕對唔係一個短嘅時間，我覺得令到我覺得做一個藝人咧係好有意義啊！跟住我想多謝女神配對計劃，今年咧我覺得有好多大豐收係因為呢個節目。多謝台前幕後所有人啦 ，Robbie 哥啦，Mango 女神啊，波哥，仲有所有人。呢個節目令到我多咗好多女粉絲，多咗好多年輕嘅妹妹去欣賞我。佢哋中意我咧，唔係因為我演嘅角色啦，佢哋係中意我個人，佢哋話欣賞我嘅價值觀，令到我覺得做藝人係一個更加有使命感嘅嘢。跟住我要多謝 Jazz， 多謝奪命提示，俾咗今年第一個媽媽嘅角色我啦。跟住仲有多謝公司俾咗好多主持嘅機會我，令到我飛躍咗好多。最後我想多謝 GM， 多謝 GM 媽咪煲湯俾我飲，多謝我嘅屋企人，同埋多謝蘇菲貓，係多謝你哋。咁我發覺我今年係入行第10年啦，2026，我係2016年入行嘅。呢10年唔係一個短嘅時間，佢令我明白到追求一個高度同獎項唔係我最嚮往嘅嘢，我係反而覺得盡力而為同埋享受過程係更加重要。所以雖然我好多謝你哋俾呢個獎我，但嚟緊我會繼續熱誠去做呢份工，因為我相信有一團火嘅係最打動到觀眾㗎。多謝。恭喜晒葉倩文，繼續飛躍，繼續努力。